台南市一名8岁女童因为发烧、合并感冒、会吐，到省大病院来就医。虽然初步检查发现是肺炎合并严重的发炎反应，但后来因为病情进展恶化紧，带入去加护病房。因为感染病菌毒性造成血压无稳定，甚至面临缺血坏死的风险。经过检验的结果，证实是侵袭性 A 型链球菌。我们知道最近其实日本也有很多侵袭性 A 型链球菌感染的个案哦，所以其实社会大众也都一直在注意国内是不是有相关的疫情的流行出现哦。那我们希望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病菌在我们的社区还是有在散播跟流传哦。那如果说有一些危险症状的时候，包含比如说他的意识障碍有受到影响，然后有一些昏迷啊，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那身上有一些异常的紫斑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哦，要尽速的就医，提早抓住那个黄金的时间治疗，一般及时的诊断与治疗都能够顺利的恢复健康哦。省大病院小儿感染科医师沈清芬表示 ，A 型链球菌的感染治疗方式主要要及时来使用抗生素，但因为病情进展紧，如果释放外毒素，会来干扰到身体正常功能，严重感染会并发毒性的小可，死亡率超过50%。因此，侵袭性的 A 型链球菌嘛有食人菌的称号。链球菌哦，它又号称为嗜肉菌或者是食人菌，那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引起化脓性发炎的细菌哦。那所以它除了引起我们的扁桃腺发炎之外哦，它也可能可以引起皮肤蜂窝性组织炎，或者是这个坏死性的筋膜炎，所以它很容易导致广泛性的溃烂，然后组织的损伤，所以就被称为叫做食人菌或嗜肉菌哦。虽然这名女童最后还出现罕见的四肢猛暴性的紫斑症，但后来经过省大病院小儿科同情团队，包括小儿感染科、小儿药剂科、加小儿的胸腔外科，完善的照顾，住院6礼拜以后，才来顺利康复，让病人的家属才能放心。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